第4届台南市议会促进性别平等连线，2月6号中昼，伫议长曲丽丽、甲副议长林志典的带领，议员无分党派，共同伫万景青乐书来签署。议长曲丽丽表示，台南市议会伫去年跨党派，而且过半数的议员来联署性别的优先，希望透过连线，会用伫台南市来实现性别的平等。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也是多族群的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那我想性别平等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现场出席的除了过半数的议员，还有副市长叶铁山，以及8个性别友善的团体。会长、副市长表示，会用代表市长来出席是骄傲的代志。以台南彩虹游行的总召林义婷嘛表示，真欢喜看到台南伫性别友善的旅宿的努力。性别友善旅宿的计划，其实就是我们民间一直以来都很重视的彩虹经济。对，那我觉得能够由他们这些市议员来进行推动，并且让这件事情成真，是我们民间团体非常乐见的一件事情。各局处在政策的制定上，都必须要有所谓的性平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啦吼。那所以各局处在政策的拟定上，都会针对性平的工作特别的规划。那希望说台南营造成为一个性平的一个友善的一个城市。会中议员签署共同愿景承诺书，内容包括落实婚姻平权的配套措施，强化公部门的性别意识，多元的友善城市空间，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加平权的门前顶5大承诺。性别平等，台南做起；性别平等，台南做起。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